演舞大家来这个互相观摩互相欣赏若无讲你这个一朝一夕，若后生囝互你看，你会感觉讲学问这么济咱规看伊表演讲安怎个杀起来尔，但是后生来甲你跳舞，来甲你手法变化是非常的济，而且那都是非常实战，非常实战绝对是实战这个真的我这个人格保证，绝对是实战就是讲咱有这个机会所以呢，今仔日咱会当讲，甲保留伫这个温度内面，大家认真的练习那么认真的欣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保护，绝对是有非常重大价值过来咱来看一下因这个。